设立已经13年的阿诺妇幼关怀协会，除了关心服务弱势妇女和儿童的各项权益，其中学生课后辅导也是重要一环。对时双的心和三光网有线电视团队有感网络的普及，假新闻对社会影响持续扩大，为了让这一群国中小学生从小知道如何分辨讯息的真假，进一步防止散布。19号下午特别到场，以了解资讯来源、检查发布日期等8步，以及要查证、不轻信、不转发，来积极推广媒体识读。每一则新闻里面呢，去看看说，作者是谁？譬如说，今天来了2位记者，好，那上面我们每一则新闻都会写说，这则新闻采访的记者是谁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谁。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发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。那你要去详细的阅读看看说，这一个讯息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没有告诉你的一个正确的消息。会中讲师除了以假粉专、假借专家等实际案例，让大家更清楚分辨，也透过有奖征答来验收学习成果。学生们都踊跃发言，兴致勃勃。请说明如何判别假新闻。我们这一题可以选2个人回答。惊悚的话题，惊悚的话题，然后呢？然后转告给别人，不要转发给别人。好，对，我算你对。作者的名字、日期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你们2个要记好，你们2个都各拿到一份礼物，我待会一起发，好不好？就刚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知道有哪一些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，然后也可以分辨，假如是有假新闻传给你的话，也可以知道怎么分辨，就是用哪一些软体来去分辨，就如何判别假新闻，跟防止各自被骗。对社会学生的关心和付出，今日来到这，要教咱安怎小朋友知影安怎分析新闻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。安怎分辨那是假，就慢慢安尼跟着分享，跟着做那些传播。挡不住时代浪潮，学生从小1人1只手机已不足为奇，但是如何运用手机构图，拍出一张张完美帅照，就不见得人人都懂。主办单位现场也公开秘诀，实际让学生当模特儿、当摄影师演练，过程相当有趣。当然，每一个人媒体的素养、观念和解读各不相同，但是相同的就是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打击假消息，人人有责。打击假消息，人人有责。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。